各位朋友，即将过去的2019年是中哈关系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年份。这一年，习近平主席亲自授予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、民族领袖纳扎尔巴耶夫中华人民共和国第2枚友谊勋章。这一年，托卡耶夫总统成功访华，两国一致同意发展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。这一年，两国贸易额突破200亿美元，经过哈萨克斯坦领土的中欧班列达到3000列，10多个产能合作项目相继竣工，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。这一年，中哈首部合拍电影《音乐家》成功首映，两国互派留学生数量再创新高，两国人民心与心的距离越来越近。再过几天，中哈两国人民即将共同迎来2020年的新年钟声。明年，两国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领域合作还将不断深化，通过推动共建“一带一路”高质量发展，实现两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道路上先行一步的宏伟理想，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。最后，祝哈萨克斯坦在2020年继续保持政局稳定、经济发展、民生改善，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。祝友好的哈萨克斯坦人民幸福安康，祝哈萨克斯坦各位朋友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。